再来看台铁德鲁古号的事故已经发生3档了，今仔台铁嘛伫事故的现场办追思会，经过火车嘛持喇叭来表达哀悼。针对台铁改革甲司法的判决咯，罹难者家属的看法嘛无啥共。时间早起9点28分45秒，一台开往花莲的 EMU3000新自强号经过塔罗谷事故现场，出本港口牛片写30秒放慢速度通过。现场家属甲交通部官员献花致意，心内也是真疼。只要到了这个时候，其实家属们其实心里就是思念亲人，其实那个痛是永远会存在的。虽然代志已经过3年，不过家属心内的痛苦无停过，对出代志的包兄弟以上的一心判刑感觉无奈，更加对外籍移工化本后破无罪真歹接受。外籍移工无罪这件事，我们是觉得非常荒谬，因为他是在现场协助了李义祥进行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觉得有很大的瑕疵。真的，你49条人命，你只有7年10个月，说真的，你一个人命算下来，其实真的没有多久。交通部长国在甲代替公司董事长杜美也告场致意，强调控诉控制太鲁国府的事故是对代替改革的重要关键。希望我们台铁必须把这个教训当作我们安全改革的一个动力，包括交通部我们也会这个全力对于台铁安全改革。现场最后以音乐会的方式表达对于人者的追思，亲友也伫卡片写着思念。这场经费所获的公安意外带走49条人命，家属的心不知什么时阵才会当平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